谢谢教练。啊，帅啊！好，就麻烦你了。辛苦了，教练。到了上面再打开。教练，都没有开了吗？跟你后面，你别紧张。你等一下会听我唱歌。没有关系。对，我唱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。我们可以在上面谈恋爱。好，那我们教练会晕倒。哦，是吗？你不要害他。不要闹事。待会前置来，就朝着前置的方向。来，小心后面了。站着跑哦，好，站着跑来，站起来跑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对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好，好，呜呼，好，好，你先拍号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要弹吉他有一点难，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